是咧新竹，咱拄则看到受民众买无喙罨，另外这受民众就算买到喙罨，发觉讲这个喙罨乃会玻璃丝，为了要来解决喙罨无够的问题，政府杀喙罨是名济，导民众来到新竹这间健保药局西药房要来买喙罨，买回来3元的喙罨算是玻璃丝，还佫会通光，互伊个人面册铺文讲安尼敢有正常？咱台视新闻的记者嘛来讲，这人讲的这间药局嘛是满天钻金条，要杀无半条。因讲这款的喙罨应该毋是因咧卖，即卖当讲双方讲个人的。新竹县卫生局嘛讲喙罨直接是中央来配发，因会进一步来了解情形。两侧要贴紧，下巴要贴紧，好不好？好。疫情还搁咧烧，人自保，拢来咧排队买喙罨，毋过有民众来到新竹一间药局买回来喙罨，竟然像是安尼。同款是3层的喙罨，但是玻璃丝，互伊是想拢无。实际摕正常的喙罨，甲药局发的这个喙罨来相比，药局的喙罨真正是较薄。互伊伫咧面册大门来问，安尼的角度敢有正常？烦恼网友会怀疑这是一个假消息，伊搁打出药局发的号码牌来证明。这个大门一个出，就有网友来闹话，真好奇，安尼喙罨敢真正会当防护？嘛有人怀疑，这可能是 NG 的。实际来到这间，互人讲卖无喙罨的药局，因嘛是想拢无。一直发冤枉，表示有问题喙罨一定拢会先检出来，袂提予消费者。这个绝对不是从我们药局这边流出去的，我们包装一定是包装好的口罩分发给民众。药局嘛大方点出店内库存的喙罨，都是这种的嘛哈。都是这种的。政府发什么我就装什么。店家讲喙罨拢是政府直接配送的，民众摕到这个薄的喙罨到底是配送出问题，还是其中有啥物误会？新竹县卫生局已经介入来咧调查了解这件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